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小波已经是去世了将近3年了。今天我们在这儿做的这个活动，由这个德国最著名的那个罗兰牧师他发起。现在我就来念一段，刘晓波的那个文字。活下来，为了死亡的见证人。做死亡的见证人，比智慧更重要的是本能。以死拒绝，你才活着；拒绝活着，你才见证。古拉格不是一个名词，奥斯维辛不是一个名词，古拉格情歌也不是一本诗集。这是他当年读了我的监狱诗集之后，写的一个序言的最后一段。小波他生前也非常的关心香港，他对那个香港做了不少的预言，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预言就是香港应该殖民300年。在今天香港发展到现在的那个情况，刚好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好像天安门屠杀了之后，让香港在延续这个天安门大屠杀的记忆。他们在维多利亚公园年复一年，在纪念这个6四大屠杀。反而是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已经把这个就完全的忘掉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在这儿今天纪念小波的同时，我觉得香港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。那么我就念一段我去年写的这个为香港写的一首诗，还有那个我是香港人的它的后半段。这首诗的名字叫《香港的60挽歌》。一颗枪弹今天打爆一个女孩的眼，另一颗枪弹明天将打爆一个男孩的头，后天香港将瞎掉。曾经的东方民族会瞎掉，血流成河，尸魂遍地，头发花白的父母在寻找哀嚎，为孩子们送葬，就像上帝在天上为星星们送葬。幸存的香港人，一些是罪犯在中国内地坐牢，一些是奴隶人不如狗，还有一些沦为人类的孤儿，离散和流亡，在世界各地永不还乡。1963年6月26日，美国总统约翰·肯尼迪来到刚建好的柏林墙，宣布他是柏林人。今天，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说：“我是香港人，我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前就在这里的香港人。我见证过1997英国的撤离，我不愿被共产党奴役。我是逃港者的后裔，我的祖父因为饥饿和坐牢从东国偷渡过来。我是与警察对峙的示威者，我也支持1989被镇压的中国民运。我是被跨境绑架的铜锣湾书商，虽然我的国籍是瑞典和英国。我是关注新疆、西藏、法轮功和709迫害律师案的人权工作者，我也可能被跨境绑架到广东。
我是在柏林申请政治避难的第一个香港人。我是因为恐惧逃到台湾，又返回香港的勇武派。我也可能是再次逃离香港的政治难民，中国政府通缉的暴乱分子。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我是香港人，我相信香港的呼救会被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听到，会被上帝和佛陀听到。我将反抗和坚持，直到最后一刻。这个是我是香港人当中的一段。当然，那个刘晓波他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。我们在这儿纪念刘晓波的同时，我们想到的是中国的监狱，想到那个是香港的未来，会不会在中国的内地的监狱关押更多的香港人？所以说，我们在这儿也为中国的其他政治犯呼吁，也为我的朋友王怡呼吁。王怡他是比那个刘晓波大小个10-20岁，他是那个新一代反抗者的代表，也是中国内地的一个家庭教会的牧师。就在去年，他被判处了9年的徒刑。现在他的妻子就是也是被监控当中。所以说，我们在这里请大家也关注王怡，关注中国所有的政治犯。谢谢。